商業研究院副院長張煌臻表示，全球淨零轉型加速推動，氫能被視為下一世代能源支柱，並逐漸邁向商業化。台灣在小型系統整合與智慧化技術具有優勢，包含 CCS 封存、CO2 利用與智慧監控等，皆已具成果。商研院也導入 DDS 智慧監控技術，協助企業邁向低碳交通。這次特別在台南辦理智慧氫能運具論壇，希望讓社會各界了解台灣氫能目前的技術成熟度以及未來發展的目標。我們商研院在台南辦理氫能運具未來趨勢論壇啊，主要的部分就是希望說能夠借由這個論壇，能夠讓社會各界了解目前台灣在氫能運具方面目前的技術的成熟度。那同時呢，我們也要來讓大家了解，我們商業發展研究院在許天才董事長的領導之下呢，在掌握未來技術的關鍵跟市場商業化的一個重要性哈，所以我們也協助台灣目前唯一哈有進行相關氫能巴士的氫股公司導入 DDS， 就是用智慧性的導入到我們的氫能巴士，讓氫能運具、氫能巴士未來在運行的時候能夠更智慧化，能夠更安全，也成為未來要接軌國際最重要的一個因素。論壇特別邀請高雄市區公車聯合管理委員會陳可培主任委員、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軍民通用中心李德修組長、台灣中油公司綠能科技研究所顏子祥專案經理，以及氫股動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英豪，共同就氫能基礎設施、城市低碳交通與氫能載具應用等議題展開交流。商研院常年致力於商業技術與前瞻性研究，協助企業加速升級轉型。全球目前對零碳的公共運輸需求持續攀升，氫能運具技術愈發成熟，可積極商轉應用。透過不同規格與商業模式設計，讓產業能夠分階段導入氫能載具。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